大哥，好多人呢睇你兵哥嘅視頻之後啊，就一直都評論兵哥你拍視頻嘅最要嘅初衷係乜嘢呢？今日呢，兵哥就講俾大家聽，兵哥拍視頻嘅初衷呢就係宣傳高州嘅荔枝，第二呢就係把果農需要想聽嘅呢講俾大家聽。好多人為什麼要在評論區攻擊兵哥呢？就係因為呢，兵哥講得太多實在嘅話呢，傷害到某一些無良嘅商家，或者傷害到呢真正係賣農資嘅人啊，佢呢就係想騙大家個，俾兵哥點穿佢哋，嗰種人呢就會。仲有一種呢就眼紅兵哥呢拍視頻有啲流量，佢呢日間拍呢馬有流量，所以講幾種人呢，其實呢你話虛心向人哋學習，呢你想做好自己個視頻係嘛？你可以向人哋請教係咪咯？我拍乜嘢你拍乜嘢就得嚟，好簡單噶，係咪先？所以講你就冇必要攻擊人哋，你攻擊我對你冇咩好處，所以講我呢反而流量起身嚟，係咪先？所以講呢，大家呢虛心向別人學習，提高自己嘅呢知識，咁呢就係硬道理。大家贊成唔贊成？邊個咁個講法？評論區交流學習，好嘛？